黃毓民告白姐姐誹謗。我乞兒冇爭人錢，我爭有咩啊？係咪爭細錢啊？吹啊！吹啊！你啱咗啊！你咩資格話我乞兒啊？絕對係乞兒啦！你爭身債，睇邊個爭得多。呢一幕大家都好記得㗎啦。雖然佢哋之後握翻手，但仲有下文喎。一直話要喺補選追擊黃毓民嘅白姐姐白韻琴，喺星期二，即係黃毓民佢哋遞辭職信當日，廣發公開信，話黃毓民同詹培忠嗌交嗰陣，承認爭銀錢，咁令佢覺得黃毓民可能係全港貪污數額最巨大嘅議員，受賄數目最大嘅公職人員，同香港頭號貪污疑犯。黃毓民認為涉及誹謗，入稟高等法院，要求禁制白韻琴再發表呢啲言論，以及話黃毓民涉及不法行為嘅言辭，又向白韻琴殺常。毓民告我誹謗，咪即係等於夏慧儀告人哋誹謗。我好歡迎佢嚟告我添。告誹謗最好嘅方法咧就係事實啊嘛，知道係事實嘅話，佢根本就唔敢告我。但係佢而家要擺一個姿態。咁佢又話，而家積極考慮緊參加補選，但前提係毓民一定要選。